我本来是姓木字旁边的柯，有时头因为满了阳呢，就改姓我娘的姓。我妈是姓陆的，所以呢就艺名呢就取为陆金花。因为师傅跟我取的，觉着好像金花两个字呢响亮一点。那么我爸的师傅是哪能个人呢？也许人家想象不到，因为我师傅呢是个唱大花的，但是呢，伊能够平常呢拉琴，可以得学生子呢吊嗓。那么我觉着搿个师傅呢，我没经济可以拜名师哦。搿个辰光侬拜名师要有一定的经济，但是我搿师傅呢，刚好勿要我拜师从弟。等到我学好了，能够上台了，第一年赚个铜钿呢，作为是拜师从弟。那么搿个辰光，我妈拿爽快个答应了。结果搿能样子一学呢，虚年龄的正月，等于就是讲14岁，我就学了3个月，3个月呢就上台演唱了。搿个辰光呢，3级啊、4级啊，反正有角色就上。陆金花在女子乐界发展史上有她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和发展轨迹。总合起来呢，可以有3个发扬吧，基层发扬。第一个，他基层发扬了马章花的舞台艺术。马章花是我们乐界历史上一颗巨星，他曾经第一个开创了乐界舞台上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艺术格局，就是他开创的，他是开先河了。当时在上海，他是非常的风靡，他的演唱风格，从当时的报纸上和老观众的回忆，有8个字，就是酣畅淋漓，沁人心扉。这个那时候呢，年轻的陆金花非常崇拜那个马章花的舞台艺术，他就开始呢勤奋好学，他就学这个马章花的艺术。以后呢，他就成为马章花艺术的继承和发扬的唯一的一个越剧演员。我是应该讲15岁的一个下半年呢，进大练集团，对于西风搿个集团的合作。搿个辰光我还没啥个集团了，只不过是个班子而已。葛么真正的能够成为我搿个唱腔哦，是辣一楼马的形成。一楼马呢有唱片，但是搿个辰光呢，人家就感觉到，哎哟，好像唱了交关有味道，或者是搿个辰光是以清版为主，因为搿个辰光音乐的乐谱啊，没像现在的丰富，曲调比较简单。但是我呢，从老前辈马章花的2句唱腔当中啊，上句下句，逐码发展成我的派别。所以曾经有人讲，哎哟，马章花的影子可以到陆金花身上去找。实际上很简单，我就是听伊个唱片2句上下2句发展，葛么发挥呢就是辣一楼马，因为男女生对唱啊，有2段唱呢比较唱了，伊拉讲，哦哟，好像还是蛮好动听。葛么搿个辰光呢，就形成功我的唱腔。葛么还没观众封神，也没讲落派，搿个辰光还没了，只觉着好像是唱得好听而已。古文字之教，也可以说是世间之言。现在此卦君玉不允，失落对岸，看你为美迂回休假，没有挽回之望，指望你前途甚
房中来看你，相待无言离分分，事情到与公喜，恭喜你去做现代好夫人，为我命苦真重要，强装笑脸来无心人。为妹呀，我望你肉体多保重，我望你志趣多诚心，我望你一切烦恼都抛弃，我望你莫言我一缕麻是1946年初陆锦花与袁雪芬合作的作品，当然没有录像资料。今天我们为大家献上一段音配像，这是男女主人公在分手时的一段拆调慢中版唱腔。虽然它的配器和音响效果与今天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味道特别的浓厚。一楼我应该讲是我18岁的辰光演出的，而且呢还是观众认可我唱得比较有用味的。但是我是上海人，学的是成语派，所以咬字各方面呢比较硬。但是现在呢，我逐步呢，拿伊柔软一下。所以搿个人物来讲呢，简单的讲，伊的搿个叫慧芬是青梅竹马同窗好友，两人呢心里相互是爱的，但是由于种种的家庭问题呢，不能够成为婚配。那么搿个一次呢，就是送别一段。送别一段呢，就是讲着重点辣何里呢？有一点难舍难分，依依不舍的感觉。要有搿个感觉，但是迫于父母之命，满足之言，有条件够不上女方的要求，所以呢，来带了沉重的心情，比较也惋惜的，就是讲我对侬介好，不能够成为婚配哦。侬今朝是难为无人，侬去出家的。但是唯一的原因呢，就是拿现代人的闲话来讲呢，希望侬生活幸福，对吧？祝愿侬婚后能够幸福。但是伊没想到嫁过去对方是个孩子，搿个是闹激情的发展哦，始料不及的。所以沈钧玉搿个人物呢，归根结底，伊是结果是去穿侬着重的感情就是债事，4个字难舍难分，还有4个字迫于无奈。搿种的心情辣辣唱呢，得子讲白口呢，侬看我虽然年纪不大啊，讲白口的当中非常沉重。
那么我感觉到呢，好听当中呢，我精益求精，哪能样子把伊更巩固个音色，包括我离声啊，对牢个九头海啊，对牢墙壁海啊，对牢个风海啊，尽量拿声音厚一眼、宽一眼、亮堂一点，是个那样子逐步形成的。我知道陆锦花在四大小生当中属于是少庄领袖，这个呢倒是在50年前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是个小乐迷，经常到陆锦花创建的少庄剧团演出的那个中百一店的对面的国联大戏院去看戏。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这个剧场非常窄，非常的长，大概有40来排座位。我当时呢总是买最差的票，坐在最后面。可是听他的念唱说白，确实能够让最后的观众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不得不感觉到如此功底实在了得。陆锦花的音色清越亮丽，音质透明醇厚，他的吐字非常讲究这个遒劲，非常讲究四声的区别，喷口有力，讲究顿挫分明。那么加上他非常的善于运用自己的鼻音，运用自己的后脑音，运用自己的这个胸腔共鸣、腹腔共鸣来加以补充，所以呢，他的音式音质呢，就是既明亮又富于弹性。陆锦花呢，继承发扬了这个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女子乐剧的舞台艺术。这个呢，是他少庄乐剧团开始的。他创立了少庄乐剧团，也创立了他的乐派。在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是少庄乐剧团的台主，其那个时候的女子乐剧，特别是1947年，基本上原来的这个乐剧呢，乐剧的这个剧团啊，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合。一般来说呢，都整合成为一个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剧团。这个尹桂芳的这个芳华，许月兰的月兰，这个范蕾娟的东山乐一首，还有那个少庄的这个陆锦花，还有云华的捉水招，他们都是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女子乐剧以小生为台主的舞台歌剧呢，一直到现在更加全面了。现在我们全国很多乐剧团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时候呢，是从马占花开始了，由陆锦花继承下来的。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陆锦花继承发扬了乐剧改革的精神。陆锦花在离开这个学生剧团以后，他就创立了少庄乐剧团，他就致力于创新，他演了很多那个乐剧改革的剧目，是吧？特别是他呢，这个跟王文娟两个人啊，他演出一个叫《礼拜六》。礼拜六是陆锦花20岁成立少庄剧团时的打炮戏，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分水岭和突破口。该戏与王文娟合作，一炮打响。从此，陆锦花成为了继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之后的又一位粤剧名小生。现在续集唱的22曲场子呢，是陆锦花在少庄时期唯一留下来的一段文字资料，所以他对这个对场子非常珍惜。从83年这类场子呢打到美国，去年前年了要下本书呢，他又从美国寄回来，所以他是非常珍惜这个。礼拜六也是他这个乐派印证，乐派印证的也是很好的证明了。类似
苦恼。可是我吧，有什么脸回去见我的娇妻呀？风度马匹匹，现在是衣衫褴褛陪人衣，从前是环境是出征快茶，现在是身边没一把文钱，从前是为怕天生无一头，现在是心里就是滚的钱。从前是快乐逍遥相思多，现在是孤身冷落在天涯。从前是回望失落落无穷，现在是梅路小郎在故里。人是人聪明百倍聪明误，人是人我好也不听听不语，人是人自己爱的不专一，人是人我一时无度怕孤寂，人是人王英是独亲家女，人是人我不该将他来命，人是人一时不让爱无法，人是人他的把家到如今梅路中途他错去，到叫我心态两难相别，真所谓一数的人情不问，你啥子要将为留意大人。跟我师傅呢，看南班里向个老师傅个演出，搿个辰光呢，朱元雄啊、王永春啊，一般有名个名校生，觉得哎哟，好像我是一根苗子，希望我师傅呢杀脱割爱了，拨伊拉做生子。葛么我感觉到师傅蛮为难个，得罪伊拉伐，自家个饭碗勿来；勿得罪伊拉伐，搿今后喏蛮难相处。葛么伊就想了一个急办法，伊讲问小人自家。当初辰光我年纪小嘛，侪喊我小人小囊，伊拉成员人还小囊。葛么结果呢，就来问我自家。葛么我当时辰光呢，也没思想准备，只觉着我师傅蛮好，我就讲我只叫一个师傅好了。葛么相反个起了一个很大的效果。哦哟，搿个小人有良心，好像介有名的老师勿罢哦，认可认搿能样子一个师傅。葛么阿拉师傅呢也特别高兴，好像侬没忘记脱我个讨饭师，我别家个嘛，人家介有名的，侬居然不肯过堂。阿拉搿辰光另外摆一个师傅，等于是过堂师。葛么我不要过堂师傅也不要，另外摆师傅也不要，我只叫认牢一个师傅。葛么师傅呢，等我呢相处得很好。当时辰光呢，一直到伊归老。葛么我总有一个感觉。一直为师，终身为父。侬要像谈爷能讲谈伊，
那么陆锦花，她的儒雅的气质、高雅的这个台风，我觉得就跟她的为人的这种淡泊、清真，对吧？这个清高，这个以及她的这个不虚假，这个不献媚啊，这个不奉承等等这种为人处事密切关联的。这个，所以，就为这么，他也是特别擅长这个来表演这种人穷志刚这样的一些穷生戏吧，啊。那么我对这个陆锦花是吧，也是既欣赏他的艺术，也非常欣赏他的人品。那么在接触当中，在传闻当中有过一些了解。我有一个特点，比较虚心，自家讲自家虚心，我肯请教人。人家不管侬捧我的闲话也好，贬我的闲话，我侪可以自家呢妥善的处理的，不是像一般的好像一碰就是死，一压侬呢心里不开心。我的性格不是个能，我感觉到啥人对我有利，就是我的老师。所以呢，我也肯接受多方面的意见。良好的艺术天赋加上高尚的艺品人品，铸就了高雅脱俗的陆派艺术的品性。情探是陆锦花艺术全面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留给观众唯一的一个银幕形象。搿出戏呢，因为是田汉得知安华大计哦，田汉先生得安华大计用了一定的心血改的，所以当时辰光接本的辰光呢，我有压力的，因为到田老屋里去啊，伊就讲我写的黄块不是反面人了。田老讲了一句，黄块呢不能够以为离谱式，离谱式是像反派的呢哦，侬是一个正面人物，侬的责任是3，社会责任，侬要推向社会。社会是7分，那么当时辰光以我的水平来理解，哪能样子搿个3分自家负，7分推向社会，搿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我就想了，前头呢塑造搿个人物辰光呢要真，哪能真呢？要对交关人就义以后，对伊是真情真爱，真话真实。哪能叫真话真实呢？我读书10年，我就是为个功，对吧？搿个是个伏笔。推向社会了何地呢？失眠一场，失眠一场呢，因为3次失眠，第一次大大方方回头，我已经有糟糠之气了，对吧？没变。第2点又讲交关人跟侬不大配，动一动，想想到是不大一个了，逐步退了。第3个压力下来了，官比侬大，相互牵进。侬搿个是亲庸侬都侬铺好了，侬讨搿个老婆是将来是亲庸实长啊，对吧？根本被伊打动了，打动了，全部呢，假阴头了，顺势推走。搿桩事体我蛮为难的哦，我已经有了老婆，等于没白过走，反正是蛮灵啊，跟我心里有点怕的。让对方侬是状元公嘛，贵人哪能会得来一个侬呢？逐步责任推向社会，不是我的事体，那一定要我搿能做的。我是3七不能分了对不对呢？我自家不晓得，
反正我当时辰光还没介好的分析能力，葛么田老来看了，看了以后，伊就奖赏我一句，搿个就是我笔下的王魁。哦哟，我当时心里向交关高兴。恭喜唐月公，贺喜唐月公，喜从何来？老丞相有一千金，十分也美。老丞相又有唐月公这位千金之好，不知唐月公意下之如？蒙爱老丞相见爱十分关切，此时御史家中也有糟糠之气，这门亲事难以议哟。唐月公气色原是寻常人家之女，这怕是笑话。这三二人相爱在之面，唐月公做了老丞相的东朝夸许，定然贤人无量。此次李翁请回，用玉生三思。唱腔，葛么还没观众封神，也没讲落牌，搿个辰光还没了，只觉着好像是唱得好听而已。文字之教也可以说是诗体诗意。现在此卦正月不允失落在眼看你为美与会休假，每以万为自保，指望你前途深重。我本来是姓木字旁边的寇，后头因为满了阳呢，就改姓我娘的姓。我妈是姓陆的，所以呢就艺名呢就取为陆金花。因为师傅跟我取的，觉着好像金花两个字呢响亮一点。那么我爸的师傅是哪能个人呢？也许人家想象不到，因为我师傅呢是个唱大花的，但是呢，伊能够平常呢拉琴。可以得学生子呢吊嗓，那么我觉着搿个师傅呢，我没经济可以拜名师哦。搿个辰光侬拜名师要有一定的经济，但是我搿师傅呢，刚好勿要我拜师从弟。等到我学好了，能够上台了，第一年赚个铜锭呢，作为是拜师从弟。那么搿个辰光我妈拿爽快的答应了。结果搿能样子一学呢，虚年龄的正月。等于是讲14岁，我就学了3个月呢就上台演唱了。搿个辰光呢，3级啊、4级啊，反正有角色就上。陆金花在女子乐界发展史上有她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和发展轨迹。综合起来呢，可以有3个发扬吧，基层发扬。第一个，他继承发扬了马占花的舞台艺术。马占花是我们乐界历史上一颗巨星，他曾经第一个开创了乐界舞台上以小生为台主的这个艺术格局，就是他开创的，他是开先河了。当时在上海。他是非常的风靡，他的演唱风格，从当时的报纸上和老观众的回忆，有8个字，就是酣畅淋漓，沁人心扉。这个那时候呢，年轻的陆金花非常崇拜那个马占花的舞台艺术，
他就开始呢勤奋好学，他就学这个马当话的艺术。以后呢，他就成为马当话艺术的继承和发扬的唯一的一个越剧演员。我是应该讲15岁的下半年呢，进大连剧场，对于西风搿个集团的合作，搿个辰光还没啥个集团了，只不过是个班子而已。葛么真正的能够成为我搿个唱腔哦，是辣一楼马的形成。一楼马呢有唱片，但是搿个辰光呢，人家就感觉到，哎哟，好像唱了交关有味道，或者是搿个辰光是以清版为主，因为搿个辰光音乐的乐谱啊，没像现在的丰富，曲调比较简单。但是我呢，从老前辈马庄话的2句唱腔当中啊，上句下句，逐码发展成我的派别。所以曾经有人讲，哎哟，马庄话的影子可以到陆金华身上去找。实际上很简单，我就是听伊个唱片2句上下2句发展，葛么发挥呢就是辣一楼马，因为男女生对唱啊，有2段唱呢比较唱了，伊拉讲，哦哟，好像还是蛮好动听。葛么搿个辰光呢，就形成功我的